新竹县新埔镇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小镇，有人讲内为客家农民生活的感觉。19世纪初期，新埔就会建设作为13体商业的发展，有些人家也一撮撮改派头为伍，客家人体有的种种人气力，也使得亚家的一种词美食长途是台湾第一。但是新埔某场的竹北关系就火车路就高速公路哦啊，所以。佢開發當慢，冇埋要開發，所以佢仍然係保持嘅50-60年、70-80年前嚟嗰種生活形態咯啊，所以而家宗祠長做得按保留下來。呢下經濟雖然唔繁榮但是因禍得福嘅呢個家私啊電都保留下來啊。在新埔这个地区，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客家人怎么样来过这个宗族的生活。宗族的生活，所以每一个家族还有家族的祭祀都在这些空间里面呢，循序渐进的，每年都有定时的时间来发生哈。新埔镇保留的街道传统建筑，禁止古朴的百年老屋屯宗祠，变作为新埔最特别的印象标记，比新埔也给客家总头增加为街道的文化观光潜力。新竹县文化局按算串联当地6个乡市的家庙宗祠，打造变做宗祠博物馆。初步规划的卫生馆上，包含的林氏、方氏、陈氏、庄氏、刘氏、朱氏，也6处已经本址听做古迹，也是登录做历史建筑的宗祠。打破以往的这种独栋的博物馆的一个概念，把博物馆的展品呢分散开来，重视的是常民的生活以及它分散在各地，所以整个新埔镇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博物馆的形态来看待它。宗祠博物馆的概念其实是把这些宗祠当做我们这个宗祠文化的一个展示的空间。古体新埔数量很多，建筑形式种类无相同的宗祠度，才有一般顺飞洋葱，为王为王。老建筑数到岁月璀璨的理由讲唔会说，用本南嘅宗祠博物馆规划嘅方式家庙来讲，数吨嘅本重主题，正堂嘅表太好，乃如看得到最清楚嘅流水评价。也限係當日由後代子孫未來受用嘅宗祠。離方式家廟無異間嘅臨時家廟，前行工人衝，平常時差唔多無人管理。建築物項亦做得搶時炸風大葉鐵皮棚架等人愛來裝，不嚴項嘅瓦跪地嘅跌下來，亮出木頭，建築物落落確確，磚頭為一般。雖然上草大弄看起來怪風涼，但係做得想象得出，佢下位嘅好光景。你啊，林家師係定下啲新埔鎮來講建築規模最強嘅，佢唔管係啲雕刻嘅部分，係嗰啲對額，係啲彩繪、泥塑、剪黏，全部做動匠，佢格局美，啲新埔嘅家師來講非常高級嘅。一般人来讲，网屋是走动简单，但是伊那林家是连网屋是走动精致，所以要动难得。比到去強風阿公鋪牌嘅宗祠，太豐人家按講究建築工法，去到按太重，用嘅一下為磚頭無人參咯。這些年來，我們看到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客家人不再重視宗祠這件事情，是很嚴重的一個文化的一個失落。在新埔鎮上的這6個宗祠裡面呢，大概有一半的宗祠幾乎是沒有什麼人要管的，沒有什麼人要管，所以才會有一些漏水的問題房子毀壞的問題慢慢的出現那我覺得這是一個警訊。子孫當道通常嘅嗰種家私家廟公堂往往講回順到當陰蟲你有冇聽下講子孫就多意見就多來維護整修治安。因為你歷史全部當舊，佢繁衍的子孫非常的多，非常的多之後呢，佢全部分散各地分散各地來佢就產權全部當細密的冇法度分割。
讲迄只种植啊，全部讲到差不多3、4千万哈，3、4千万只经费，迄经费非常的庞大。还记得南就。谈论时代嘅改变，种族关系天天的转变。韩国即使工业嘅财产救水，冇办法维持来涨，如系造成种植没落嘅原因。嗰所打造种植博物馆嘅提议普照，就系账号也到改叫冇涨嘅种植。那当然的创造质量嘛，吼，就打手链啊，打手或者笑跳。那论嘅冇所谓并所做嘅阿公鋪牌嘅，係3級古蹟劉家祠嘅管理人劉家漢，負責劉家祠當日嘅並所工作，早晨暗部也會來受香。劉家祠4年前由政府出錢爭好勢，更加大擺都係2日就會開放本遊客參觀。是星期6下晝哈，個星期2啦，將要打開來啦，將要俾人落嚟看。而啲團體來咗啊。你將來天花大本啊，我臨時會進來開門俾落去參觀啦，啲團體嘢啊，佢5、6以上嚟將要進來啦。劉家祠都有93座神主牌，有公民呢有37例，公民改道新埔地區無人做得比，也因為劉國嘅祖先公民安多，祠堂都會牌匾也特別多。另外，劉家祠為到彰顯主人的身份地位，唔單止正堂做口樂，連做有富良也做口樂，建築特色都係口樂特別多，演出出來嘅壯觀氣勢，也成日改到遊客來參觀。真多人來啦，真多人來看，真多人參觀，真熱情啦。喺新埔鎮市區中正路巷嘅城市宗祠，雕梁畫鳳個牌頭，做得上上嘅度結合嘅城市風俗嘅排場，場面有精緻嘅轉調，係新竹縣最罕見嘅宗祠。青家祠係咧新埔特別當朝天嚟嘅大地主清朝講佢起嘅因為佢特別當朝天啦所以佢起嘅咧家祠建築非常係精緻。唔管係咧木雕嘅部分，石雕，係講嘅篆刻，係講彩繪嘅部分，全部做對新埔鎮嚟講冇一件能夠比得得咧。雖然有多條順牌，但是咧嚟講好保存起來咧非常有文化價值嘅。也初有8公年歷史，算係維護到最好嘅城市宗祠。散墾喺陳獲後代子孫嘅共同決定下，原本嘅新竹縣政府交本官方處理，一下整體做四部分嘅裝修。青家祠嘅正堂為所你邊阿公婆派為所，跟面當有快體流為流水，所以阿公婆派人嚟牆路面前來準備嚟整修，但係看到講，阿公婆派表眼前，所以因為為了長簽書嘅。因為大部分嘅宗祠愛恢復到本單嘅樣嘅，如是有幾多嘅時間來爭，但都有經費，爭好些，都係愛3、5年嘅時間。嗰所新竹縣文化局規劃，用城市宗祠做中心，韓國裝修好些嘅劉家祠，搭配新埔鎮公所規劃作為客家宗祠導覽中心嘅新埔國小高中宿舍作為核心館舍，一步一步打造出新埔鎮嘅宗祠博物館。相對呢，你也是你宗祠家廟一隻入口出屬嘅，因為我宗祠咧新埔咧家廟，到了新埔除了和平街。中正路，然後新公街，呢3條街呢，都咧客家導覽中心宗祠家廟導覽中心是做咧3條街頭前呢。我就算硬體真好些，係講後代子孫無心，宗祠嘅維護也是佢嘅意義，因為更加有啲嘅宗祠甚至已經無人祭拜，嗰所天意集團都係積極嘅推人潛歸來，重拾宗祠文化嘅原體部分。重要的是要恢復他們的祭祀讓他們可以把子孫再找回來再按照我們春季、秋季至少1年要有2次的祭祀那當然還有其他的祖先的祭日都可以到祠堂裡面來祭拜。舊年係愛實力工作站，透過訪談傳出家族故事，同時培育後續嘅宗祠觀察嘅經營團隊。本客家貼貼的種族文化做得保存。我們的那個工作站的一個計劃裡面呢，就是要把這個
老故事要把它挖掘出来。好，那透过这个基础的资讯，还有这个以前的故事的挖掘，啊，我们希望他可以找到这一个家族它本身的一个历史的光辉，好，把这个东西找出来，那把这个点点滴滴的东西可以视为展品的一部分，那才能够吸引其他人来了解这个地方。喺新埔推动宗祠博物馆，官方路已經有改版名嘅想法嘅。不過地方文史工作者上認為，宗祠博物館嘅衛生管沙規劃度還係有改到嘅遺憾。當到冇列入古蹟嘅吼，係是冇因來講，但是你冇列入古蹟嘅，唔代表講佢是係唔好嘅。其實你冇列入古蹟，係要當到係規模當大啊，當壯觀啊，當有特色啊，了到因係冇來保留起來吼。該我哋嘅宗祠博物館啊，一定係會遜色當多嚇。我看鐵路係黃耀虎講嘅遺憾之一，而係新埔鎮宗祠公堂，係睇清光緒16年起嘅，已經有119年嘅歷史。對建築強調防禦功能嘅特色來談，中國嘅祖先應該友好。我也錯去到該太嘅總統府，因為該叫無贊，人家已經落落確確上錯大弄。所以個公堂雖然動將係總統府呢，四合院啊，但是呢差不多回旋是半以上咧，假唔是10年咯，貴動出來常常。先莫講南粵嘅宗祠係唔係完善，宗祠博物館嘅概念，從文化層面來講，該有意義。保存宗祠也確實有伊嘅重要性。不過對一般嘅觀光客來講，宗祠博物館嘅觀光吸引力太難隻嘅，確實是要面對現實嘅考驗。那當然，宗祠文化在展示的過程裡面，可能沒有那麼吸引人。新埔鎮上面呢，它有很多的其他的生活文化啊，可以加入到我們這個宗祠博物館的一個領域裡面來。第一個是產業的文化，我們都知道新埔鎮上有很多的是全台灣有名的柿餅的加工的區域啊，那也是新埔里的一個產地。那到新埔鎮上，大家都知道要吃板條啊，有很多的激醬啊。為到增加吸引力，宗祠博物館愛同在地嘅產業結合，豐富文化旅遊內容嘅層次。具體宗祠概念，天天嘅沒落嘅世界，愛真實落實宗祠博物館嘅概念，困難居多。不過宗祠祭祀係客家文化，具重要嘅無形文化財。喺講冇行出第一步，等到宗祠轉體無味，祭祀文化消失咧，講乜嘅也無效嘅。